岸边码头出现12米高的千阳号陆上气球，象征4国航行的草帽海贼团嘛要航向伟大台南。该大型装置艺术甲周边侪侪海贼王的主题区，一度开幕，就吸真侪民众把难得机会来翕相留念，嘛感受港边风情的洗礼。迎接台南400观光旅局特别甲东映动画合作，营造各种充满创意的主题装置，相当吸引人。其中委托甲侪侪贵宾嘛，拢做伙邀请大家进入航海王的世界。这个航海王就是小朋友、大朋友都很喜欢的。那很多虽然是一个这个充气的玩偶，但事实上它非常非常吸睛，而且是我们跟这个母公司合作哦。那在台湾的第一次的展出，那也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在假日的时候哈，这个展期从9月8号到10月20号，所以总共有40几天的时间。哦，总共52天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哈。除了户外大型装置展览，介意航海王周边商品的朋友，更是袂当错过活动期间限定的主题商品。不管商品其他是美食拢有，欢迎将快乐回忆扎回去。我蛮喜欢他们的那个拼图的部分，就是它拼图有很多种图示，这样。还有就是这个帽子看起来也蛮可爱的。喜欢航海王的好朋友们，可以到现在呢就来台南抢购我们台南的限定版的这个商品。这商品全部都是原厂授权的，而且非常的时髦，也非常的好看。那喜欢航海王的朋友呢，就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帽子、我们的玩偶，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衍生性商品。One Piece 海潮庆典的展期，对9月8号到10月29号，邀请全台湾介意海贼的朋友，把时间来安平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